舊屋具有動線不佳、收納、採光不足及管線老舊嘅問題。設計師細心解決眾多問題，透過格局重整、建材運用、色彩配搭、空間機能考慮等等。公共空間採用開放式設計串聯客飯廳，亦將原有廚房嘅牆壁打掉，實現屋主開放式廚房嘅夢想。光線可以從廚房無阻穿透，徹底解決舊屋採光問題。換季嗰陣時，常常被忽略嘅就係家電嘅收納。有一啲較大型嘅家電就好似抽濕機、暖爐、風扇等等，所以屋企最好要規劃一個隱藏式嘅收納櫃，嚟增加收納設計嘅變化，都可以讓家電唔會變成空間嘅視覺負擔。兒童房嘅設計，隨住唔同年齡嘅成長，機能需求亦都唔相同。點樣規劃先可以滿足學習嘅獨立性，以及促進家人之間嘅情感連結呢？當有兩個小朋友一齊住嗰陣，一定會有爭執嘅時候，但又希望佢哋可以一齊成長。上下鋪係最適合，亦最節省空間嘅安排。當室內空間較為有限嗰陣，可以利用房間嘅凹凸互補。就好似校園宿舍嘅上下鋪設計，俾小朋友成為彼此嘅最佳室友。相較於硬質嘅木頭、線板、床頭板設計，如果裝點枯筍，可以更加柔軟地包住疲倦嘅身軀，並且半高嘅腰板設計可以放大空間視覺。屋主夫妻嘅衣物都多，但希望衣櫃可以採取完全封閉式嘅設計，以維持空間整體視覺嘅乾淨利落。設計師利用其中一面牆作為收納櫃嘅配置位置，有唔同層次嘅規劃，令牆面由上到下都可以收納嘅空間。將窗花架整齊鋪齊於牆上方，作為輕間隔嘅材質，兼具樹木型間隔嘅視覺穿透，同埋開放式設計嘅開闊感，令室內空氣、光影同埋交流不受阻。原本嘅浴室冇乾濕分離，洗手台亦同淋浴區過近。更換窗之後，透過浴屏分隔乾區同濕區，重新調整洗手台嘅位置，色調採用深色調，創造時髦浴室。而針對視覺同埋機能同時放大嘅設計，建議適度運用唔落地嘅浴櫃收納設計，保留更多空間嘅呼吸感，亦有助於維持浴室地面嘅乾燥，並提供更多元嘅收納設計。